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。今次東港城嘅業主每次打風都深受困擾，所以委託咗我哋做換膠邊同埋防漏工程。一到埗，我哋會鋪上帆布，保持業主嘅屋企地板清潔。拆窗之後，搬到走廊進行維修，避免窗上面嘅沙石灰塵整污糟屋企。檢查後發現業主4年前換嘅大部分配件狀態都正常，所以我哋針對打風嘅問題，只係換膠邊同埋做防漏工程。首先拆除咗老化嘅膠邊，換上新嘅 TPV 膠條。膠條確保鋁窗嘅密封性能，打風嘅時候就唔會滲水啦。至於防漏工程，可以見到原本嘅防漏膠已經老化收縮，導致落雨嘅時候出現咗滲水問題。我哋先鏟走老化咗嘅舊膠，然後用噴槍吹走沙石、灰塵同埋水氣，確保新膠達到最佳嘅防水性能。再用皺紋膠紙固定打膠嘅位置，逼上寸半至到2寸厚嘅防水膠，就會見到邊緣利落嘅效果啦。窗褥都要打上外玻璃膠，防止雨水滲入。最後搽透明嘅防漏膜就做到唔積水、唔會滲嘅效果啦。打風就唔使再煩啦。可以見到同一個窗口嘅前後對比都好明顯，檐縫位置足夠，所以我哋裝埋擋水鋁角。做完防漏工程，我哋裝翻晒啲窗上去，最應風嘅窗口而家都好穩陣啦。最後清潔翻屋企，如果你嘅屋企都有類似嘅問題，就即刻揾我哋上門檢查啦。陽光鋁窗服務，用心為你創造。